台北甲所罗讲，人毋免为着迄人来失胆，你的路步要去甲迄个非利士人交战。所罗对台北讲，你袂会去抵敌即个非利士人甲伊交战，因为你的年岁还阁少，伊对少年就学习战术。台北甲所罗讲，你的路步甲老爸各样的事，有使也是行来，对羊群中甲羊仔去，我就入伊拍伊。揪羊仔喙伊的喙，伊起来要共我就揪伊的喙下斗，拍死伊。你的萝卜捌拍死狮甲熊，即个无受甲礼的非利士人也要亲像因的一只，因为伊藐视永活上帝的军队。台北阁讲，耶和华救我脱离狮的爪甲熊的爪，伊也要救我脱离即个非利士人的手。所罗甲台北讲，你去啊！耶和华要甲你伫地，所罗就用伊的军服互台北穿，用铜的头盔互伊戴，搁互伊穿战甲。台北用刀下伫军服，试徛看者，因为毋捌穿着。台北甲所罗讲，穿遮的我行袂去，因为毋捌穿着。台北就转起来，伊用伊手抓拐仔，搁伫山溪仔紧五块光骨的石卵。下伫地仔，就是各样的人所带的龙，手提献石的锁仔，就惊我迄个非利士人。45节，台北对迄个非利士人讲：你来瓦棍我，是用刀、用枪、用戟。我来瓦棍你，是用万军耶和华的名，以色列军队的上帝，就是你所藐视的。今仔日耶和华要将你交伫我的手，我要拍死你，害你的头壳。今仔日，我要将非利士军兵的尸尸，互空中的飞鸟、地上的野兽，互普天的人，拢知以色列有上帝。佮互遮的归群的人，在耶和华救人，毋是用刀，也毋是用枪，因为交战的事在伫耶和华，伊要将恁交伫阮的手。请牧师讲道，题目是，互全地的人拢知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失胆。什么代志会互你失胆？会记得我读神学院的第一年，伫台神的纪念主日，奉派去台南的一间教会。因为是第一摆徛讲台，所以两只脚皮皮喘，是惊甲惊要死。加上迄当时的台语讲甲乱七八糟，连我家己嘛听无我到底是咧讲啥。总是台下下骹的兄弟姊妹拢非常有礼貌，面带笑容在看我。也无人拄句，我想可能因爱非常认真，才会当摇出我到底是咧讲啥。讲到煞就有人来问我：你台语无啥好，你是南部人哟？我讲我毋是，我是台北人。毋过我的内心就怀疑，问我家己讲：敢毋讲我头拄仔讲的台语是有南部腔吗？过无偌久，佫另外一个人来找我。伊讲恁台北少年囡仔台语拢讲甲无啥好。即个人知影我是台北北部人，也体贴我是学生，所以台语讲甲无啥好。总是这两个人甲我的对话，互我的玻璃心破一地。原来头拄仔因根本拢听无我到底是咧讲啥。嘛因为安尼，讲台语这件代志，一直是我的高丽啊。到即马，我伫用台语讲道，我内心嘛一直想讲，底下下面的人，底下下面的人，敢听有我到底是咧讲啥物？伫毕业了后，我抽签抽到7星中会，受派到一间拄仔开拓的教会。虽然伊真小，但是伊的位置是一个社区的内面，所以我一想着讲会当做真侪事工，我内心就满腹的热情。第一个主日就是传道书的就任。礼拜煞，其中一个委员，因为迄间教会是开拓的教会，所以无中级是委员。其中一个委员就有意来讲，传道请坐。我想讲，这个委员遐尔积极，我才打到，伊就找我来参详事工。无想到伊第一句话是：我反对女性徛讲台。然后后面就接1点钟，伊找着保罗安怎讲，
伊找着的经文来做证明。对一个拄仔毕业，嘛毋敢甲人辩论的菜鸟传道，我毋知要安怎甲伊对话，只好随在伊讲一点钟。毋过迄天，当我将教会门关咧，我是一路哭转去我的厝的。嘛因为安尼，我是一个女性的传道者，就变做我的歌利亚。了，我伫迄间教会牧会1年，虽然有做教会的儿童社区事工，逐礼拜有50几个囡仔客伫迄个小小的礼拜堂，做礼拜的人数嘛有一点点仔增加。但是每一摆我看到迄个人坐伫台仔骹，伊讲的话就不时出现伫我的内心。其实，毋若这两个事件，伫我的生命内面有太多歌利亚，不时走出来搅扰我的生活，也是想要破坏我甲上帝的关系。你咧？你的歌利亚伫倒位？你的歌利亚是甚物？伊甲我甲大笔面对的无同。伊可能无穿迄个战甲，无摕刀，但是有可能是失业。有可能是你的婚姻出问题、失恋、忧郁症。你的歌利亚可能无伫迄个伊拉局伫遐排阵，但是伊有可能是行游伫你的办公室、你的教室，也是你的厝内。迄个歌利亚可能无大声伫遐喊话，但是伊带来是你无法度负担的孝单，你无法度达到的成绩，也是业绩，你无法度离开的欲望。你无法度解脱的见效，也是一个你永远安怎做，拢永远无法度互伊满意的一个人。所以，这歌利亚无眠无日，对咱起床到伫咱倒伫眠床要困去进前，因一直伫遐嚎求，就亲像撒母耳上卷17章16节所讲。迄个非利士人早暗出来挑战，有40天的时间。所以安怎咧？扫罗王甲以色列的军兵听到即个非利士人这话，拢真软，因非常的惊吓。咱嘛共款，无论是拄一种形式的歌利亚，渐渐瓦群咱，伊一动作，伊一出声。咱的骹就好亲像互定掉的，咱的喙嘛无法度阁讲话，伊吸引咱所有的注意，伊占满咱所有的心思意念。但是大笔看的较毋是安尼哦，伫大笔还未上战场进前，伊伫遐问边仔遮的人讲：开始迄个非利士人洗除以色列的见效，即个人会得到什么？迄个无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甚物人？敢甲上帝的军队来呛声？第17章的内面，咱看见扫罗王、大卫的阿兄、以色列的军队、以色列百姓，伫面对迄个危机的时刻，伫特别互灭族的迄个时刻，竟然无一个人是摕到上帝的名。但是大卫无共款。一个少年人，较比任何人搁较有信心。伊看见别人无看见的，伊拒绝互别人目睭所看见的恐吓，甚至当伊徛伫扫罗王的面前，嘛无提出讲我会当拍赢即个非利士人的机会有偌济。伊敢若提出一个信心的宣告：上主有救我脱离狮甲熊的咬。因嘛会救我脱离即个非利士人的手。兄弟姊妹，当咱伫面对生命内面这无共款形式的歌利亚的时，咱的反应是甲这以色列人共款，也是甲大卫共款的。一个无信主的人，也是你对主的认捌无够额，咱就可能会甲这以色列人共款。永远踮伫迄个哀怨绝望的消极的内面，但是咱是互上帝拣选的囝儿，咱有耶稣的救赎，咱有圣神的记号，咱看见的应该毋是迄个勇壮会拍死人的歌利亚，
咱应该看见的是伫困境的背后，迄个永活上帝的军队。所以，咱对上帝的信心，甲对上帝的眼光，会决定咱是毋是会去面对即个歌利亚，咱是要安怎去面对歌利亚的态度。伫撒母耳上卷27章内面，咱会当看见大卫对即个歌利亚观察只有2个所在。第一个就是差不多我所读的26节。伊讲，杀死迄个非利士人，洗除以色列的见效，即个人会得到甚物？迄个无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啥人？佮敢甲永活上帝的军队呛声？当伊伫遐讲的时，边仔人就讲：啊，是啊，若会当杀死即个歌利亚，不但伊的大富大贵，会当带王的查某囝，并且以后伊的规个家族毋免纳税，毋免做兵。哇，遐尔啊好的想呢！但是竟然无人愿意去试，表示因看即个困难是太过困难啊。但是对大卫的反应，会当看出大卫对即个歌利亚的态度是安怎，非常的袂瘾啊。第二位，伊对歌利亚的观察是伫徛所罗王的面前的时，伊搁一摆重复讲：我捌拍死狮甲熊。即个无受割礼的非利士人，我嘛要安尼甲伊拍死，因为伊藐视永活上帝军队。意思就是，虽然歌利亚生到非常大汉，但是即个大卫看伊就亲像伊伫牧羊的时，伊所对付的狮，伊所对付的熊共款。咱想讲，即个大卫是毋是生了甲其他以色列人拢无共呢？伊是毋是生了真大汉，佮真勇壮呢？所以伊家己对家己非常的自信，毋是哦，因为伫16章咱会当看见，大卫无亲像伊阿兄生了真老佮勇，大卫是安怎？红过赤赤，目睭有神，生做英俊。若要选一个偶像男团，大卫是上合标准的，但是要甲人相战，伊就毋是一个好的人选。毋过，伊会当讲出遐尔勇敢的话是安怎？为虾米？因为伫大卫的内心，伊生了安怎无算啥。伊虽然真面目清秀、面色红润，伊虽然毋是生了真老，但是伊生了安怎无算啥？因为伊安怎？伊有永活上帝军队做伊的后盾。所以大卫甲伊才无去计算讲即个歌利亚有偌侪实力，伊嘛无去看即个歌利亚到底摕什物款的武器，穿什物款的战甲，大卫拢无放伫伊的眼内，因为伊在意的是上帝。所以伫17章的内面，大卫拢总有8摆提起上帝的名，上帝的溃烂。这经文分别伫26节、36节、37节、45节有2摆，46节、47节有2摆。提起上帝的8摆，比提起歌利亚的2摆，比数是安怎？4倍的多。这互咱一个提醒：伫咱面对艰难的时，咱思想上帝，敢有比思想困难加遐尔啊侪倍的时间？通常咱面对困难的时，埋怨上帝、怀疑上帝，可能比感谢上帝加几啊倍。咱的惊吓嘛已经压倒咱的愿望，咱的嘴不断重复咱家己的需要，嘛做过去诉说上帝的恩典。为什么咱无法度亲像大卫同款？因为咱过头注意家己的艰难，较袂记得上帝的溃烂。兄弟姊妹，我相信咱拢有安尼经验。伫咱凡事顺利的时，咱是无法度体会信心的重要。只有伫咱面对未知惊吓的时，咱才会当去考验咱到底是毋是一个有信心的人。所以今仔日的经文提醒咱，伫患难的时，咱会当改换心境，就是咱去感受上帝的同在，
用对上帝的信心来充满咱家己的高丽啊！基督徒对伫苦难有真无共款的态度，这是因为咱的信仰对苦难就无共款的看法。一般的宗教认为苦难是即个人前世伊做的业，所以无办法，无法度伊啊行即个罪。嘛因为安尼，因对苦难是非常的消极。但是圣经侪侪所在，亲像希伯来书12章有提到讲，主会管教伊所疼的人。罗马书第8章有提到讲，咱的生命有侪发生的逐项的代志，无论是好，无论是歹的代志，拢会互咱得到利益，互咱的生命得到起造。所以，咱若详细查考圣经，咱会当发觉苦难的经文，互咱有这提醒。第一，就是苦难会改变咱对家己的看法，互咱有机会会当来省察家己。苦难会当帮助咱谦卑，除去错误的自我认捌甲骄傲，帮助咱去看见家己的软弱。因为苦难会将咱上歹的迄个部分甲引出来。亲像咱刻薄的嘴，咱的贫惰、麻痹的情感，急躁也是苦毒。这物件伫咱顺利的时是无法度发现的，但是苦难会将这物件拢挖出来，互咱看清楚家己，知影讲安怎去找求主，互咱家己哪来哪完全。第二，苦难会改变咱生命，咱生命中间迄个上美好的代志的关系。举一个例来讲，原本你有一个真好、薪水真悬的头路，但是互你无用到，你无法度甲你厝内的某，也是你的先生，也是你的囡仔有真好的时间，你嘛无机会、无时间来参与教会的服侍。但是某一天，你的职务互调整。你的薪水无遐尔悬啊，你的工作无遐尔重要啊。拄仔开始你可能感觉真失望，但是安尼调整，较互你有较侪的时间，会当有健康的家庭生活，甲教会的信仰的生活。虽然你的职务互降低，薪水无遐尔悬，看起来是拄着逆境，但是较因为安尼，咱得到上帝互咱的迄个新的喜乐。第三，苦难会当强化咱甲上帝的关系。苦难会当考验咱甲上帝的关系，伊会引诱咱对上帝生气，互咱无想要祈祷。但是苦难嘛显明咱对上帝的信心到底是真的也是假的。落尾，逆境会帮助咱对别人搁较有同情的心。无经过痛苦的人，无法度明白受苦的人的心境。咱真容易会讲出讲你忍一个就过去啊啦，你莫想遐尔多啦，敢无遐尔困难。但是当咱受苦过，咱的心就会较柔软，互咱会当带着理解的心去帮助其他的人。所以兄弟姊妹，这段经文第一部分爱咱去体会上帝的同在。虽然伫苦难的中间，咱嘛爱去体会上帝的同在，因为这非常的重要。对扫罗王、对伊的军队来讲，上帝敢若是一个名；但是对大卫来讲，当伊伫以色列人在赢的所在行来行去，伊看见的毋是徛伫因的面前迄个呛声的歌利亚，伊知影上帝甲因同在。上帝真正伫遮，所以这带互伊无限的信心甲勇气。所以大卫伊就拒绝扫罗互伊的剑架，嘛无去摕扫罗互伊的刀剑。除了无下心、无习惯以外，大卫嘛无想要靠家己来解决问题。伊嘛毋相信家己偌有本领，伊是不断看见上帝。伊决定要倚靠上帝，伊知影当伊保持原本的家己，去接受上帝予伊的挑战，伊就会当荣光上帝的名。
所以这点嘛提醒咱，当咱想要借着外在真侪阳光的物件来糟蹋家己，想讲安尼就会当阳光上帝，这是行袂通的啦。因为上帝使用人，伊根本无伫计较你偌有才调，你为伊付出偌济。上帝欢喜的是咱用单纯的心来仰望伊，然后互咱身躯边无信主的人感觉真好奇，讲：奇怪，你毋是一个安尼的人呢？为什么你会当做安尼的代志？为什么伫苦难中间你有安尼一种的表现？啊，原来你的上帝遐尔厉害。虽然即个大笔伊无穿战甲，伊无摕刀，但是咱注意经文，伊做一项代志。大笔手举拐仔去溪边捡5粒光骨的石头，放伫伊各样伫伊用的地仔，手提线索，然后行活迄个非利士人。拐仔是牧羊的人伫行路时所用的工具，也是有当时伊会用落落迄个陷坑，伊爱用迄个拐仔甲羊扭出来的工具。线索是伊拄着即个野兽的时，会当嗅动即个皮带，将石头嗅出去的一个武器。毋过溪边的石头遐尔啊侪，大笔迄5块石是安怎捡的？伊毋是黑白乱捡的哦，伊捡5粒光骨的石头。咱知石头要光骨要圆，是需要时间，需要溪水不断地磨练伊。同款，上帝借着大笔忠心日常的工课来磨练伊。直到代志发生的时，伊马上找着方法来对抗歌利亚即只的野兽。但是嘛奇怪呢，大笔若对上帝遐尔有信心，为什么无捡1块就好，伊捡5块咧？我去找圣经的释义，拢无清楚的解说。但是咱嘛免接受是讲，为什么是5块？即种的问题。但是我看一本册真有意思，就是这位路卡杜牧师伊所写的册《面对心中的大汉人》，面对心中的巨人这本册，又提出一个真有意思，帮助咱去思想的5块石头。因讲咱嘛会当用咱5支枕头啊来提醒家己。第一就是算小主温的石头，就是咱的这个大拇指。互当这以色列人看见歌利亚的时，因是惊甲皮皮喘。但是大笔看到歌利亚的时，伊想到的是上帝伫伊牧羊的时，赏赐互伊气力去打败狮甲熊。兄弟姊妹，当咱面对困难的时，大声先举起咱的大头母，甲上帝比一个赞。因为上帝过去不断带领咱行过死荫的山谷，当然伊一定也会引带你行过失败的困境。但是咱需要做的就是不断去回想上帝过去的恩典，亲像咱的圣诗593首所唱的：拄着试炼知会为你真艰苦，直到落尽失望，四面看无路。你所得的恩赐，逐项想来记，阮当满心感谢上帝大慈悲。上帝伫过去敢无陪伴你行过困难？你敢无经历伊的供应呢？所以大声，请咱拣第一粒的算小主恩的石头。第二，当咱对即个大头母到机子即个中间，会经过一个落落去的所在，这提醒咱，代表伊伫上战场的进前，伊是先停落来，做好准备。伊安怎准备？伊是去捡迄个适合的石头啊。所以咱伫面对困难的进前，咱嘛爱先停落来。但是停落来是做甚物咧？咱毋是捡石头啊，咱来祈祷。特别咱面对属灵的征战。魔鬼想要借着逐样的事件，将你诱离开上帝时，搁较需要祈祷。
但是咱去看即段经文，大卫伫面对歌利亚的时，伊无真明显压落去，也是跪落去的祈祷。但是伫诗篇的内面，咱看见大卫的一生，伊伫拄着困难的时，伊拢是不断的祈祷。你是我的避难所，伫患难的时，做我避难的所在。上帝啊，求你可怜我，可怜我，我要秘伫你遐，秘伫你实果的保护下，听候灾难拢过去。我要求叫至悬的上帝，逐项事拢甲我完成的上帝。大卫的祈祷真做咱所读的诗篇，嘛真做咱伫困境的时会当做的祈祷。第三就是5支枕头仔内面上长的一支。这伫提醒咱上重要就是上帝的名。当即个歌利亚徛伫遐，伊看见黄面迎面行来，这红高赤赤的大卫，看见一个囡仔徛伫伊的面前，非常看袂起伊。伊甲大卫安怎唱声？伊讲来，我要用你的肉饲鸟仔甲野兽。意思就是安怎？伊会当非常简单就将大卫杀予死。但是大卫将杀死歌利亚看做是上帝溃力天现的时刻，所以回应讲：你是拿刀、拿长枪、短枪来攻击我，我是奉上主万军的统帅的名，就是你所藐视以色列军队的上帝来攻击你。今仔日上主要将你交伫我的手，我要甲你杀死。甲你斩头！今仔日我要用菲利斯军兵的身躯饲鸟仔甲野兽，互全世界的人拢知以色列有上帝，搁互所有聚集伫遮的人拢知。大卫用歌利亚的话来回应伊：你讲你要用我的肉饲野兽甲鸟仔，歹势！今仔日我要奉上帝的名杀死你，互你的肉来饲遮鸟仔甲野兽。对遮来看见，大卫征战的目的，毋是为着家己的名声，伊是要互全世界的人拢知影，上帝是搁真搁活，上帝是互人会当得胜的上帝。大卫将上帝看作第一位。第4粒的石头，咱会当用咱的麦仔来提醒咱家己。为什么用麦仔？因为即支枕头仔上无气力。咱试看觅，要甲压悬，真正是无法度压悬。伊上无气力，但是这提醒咱，就是将焦点放伫上帝，毋是放伫咱家己。这段经文甲咱讲，歌利亚伊行进前要去攻击大卫的时，大卫走进前来迎战。大卫对地仔内面提出一粒石头，用线索抽去，顶着歌利亚的头额。石头撞入去伊的头壳，伊就倒落去，面趴伫地里。哇！大卫伊是正面对决。咱有一个习惯，当对敌咱走过来时，咱是安怎往后跑？这大卫是正面对决，伊毋惊歌利亚，为什么？伊的焦点无放伫家己，伊放伫上帝。所以，伫咱面对困难、上软弱的时，会当望家己的摆在来提醒咱家己。我无靠家己，因为我非常的软弱，我要仰望上帝。第5支枕头仔内面上细支的尾仔，看起来真细支，但是伊非常的重要。为什么伊非常的重要？因为伊负责的是咱掠的能力。咱若掠物件，就需要即个为小拇指。你若无相信，你摕手机仔时，你莫使用着即个小拇指。你看你的手机仔敢摕稳？即支的尾仔提醒咱的就是咱的坚持。坚持伊看袂见，坚持伊看起来嘛，敢若无其他4支枕头仔遐尔重要。但是伊确实上重要的，因为咱无坚持，咱无法度跟队主的脚步，真容易半途就离开。所以今仔日透过大卫迎战歌利亚的故事，搁一摆互咱看见，上帝使用人绝对袂互人因为你欠少经验，
啊，你无够自深，来互你感觉真实际。因为人毋是主角，上帝家己才是主角。伊要互咱伫甲伊同行、甲伊同工的过程，看见伊的快乐甲伊的奇妙。亲像大卫，伊相信上帝，所以上帝照着伊抽出去的迄粒石头来拍倒歌利亚。嘛，亲像以利亚先知，伊愿意面对挑战，所以上帝照着伊的手拍败迄个巴力450位的假先知。基甸伊敢若带300个军兵，但是上帝互伊拍败几万人。伫新约内面，一个囡仔将5块饼、2尾鱼交互耶稣，耶稣用遮75000个人。上帝的算法甲人的算法非常的无共款。兄弟姊妹，伫咱面对困难的时，咱会不断仰头来看家己的问题，但是咱就不断地受困扰。毋过今仔日大卫的故事，搁一摆提醒咱：当咱仰目看上帝，当咱相信上帝的带领，歌利亚就无法度搁再徛起来啊！但是你敢愿意相信呢？咱做伙来祈祷。主，阮感谢你，照着这段少年大卫伊拍败歌利亚的故事，搁一摆提醒阮：阮毋是靠家己在面对困难，阮是倚靠你。总是阮伫困难的中间，敢有看见迄个永活上帝的军队伫阮的背后，甲阮同在？阮敢有看见上帝的快乐伫阮的身躯顶咧？主，恳求你帮助所有兄弟姊妹。我相信每一个人拢有每一个人的问题爱面对，总是主恳求你赏赐互阮谦卑，对你的信心，互阮会当仰望你，互阮决定倚靠你来面对阮家己的艰难。主啊，将兄弟姊妹交伫主你的手，恳求你帮助，互阮这无共款的态度，会当互全世界的人知，阮是属于你的人。也会当证明你是各真各活的上帝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